再来看，伫台湾北基文化担任总编辑，来自中国辽宁的富察，伊的本名叫做李延和。伊3月底去中国上海探亲，后来就无消无息，嘛已经要2个月咯。今仔早起有300外个艺文界人士发起联署，呼吁北京当局就要谨慎来处理这案，唔通伤害到两岸的文化交流。 台湾北基文化总编辑富察3月底伫中国失联高达已经超过50天。12早起，由文化界组成的声援小组，公布为出版、学术、文化甲媒体工作者，总共超过350人的人数，包括日本、美国的文化人士拢有。伊也向中国提出诉求，呼吁北京要尊重富察的法律权利，互伊会使含厝内人各有律师记者。 国台办26号记者上已经有说，就是会确保他的法律权益，但是我们希望他国台办去正视这件事情。那希望，因为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任何的来自复查的声音，因为他应该是见不到律师跟家人。 王家兴表示，富察已经有咱国的身份证，即摆去中国是要放弃中国的国籍，毋过煞互中国掠走。伊表示，富察的册阁有思想，对台湾的文化界是真有意义。作家李金莲也表示，台湾是华文世界内面唯一100%有言论自由的国家。我个人认为，现在台湾已经是华文世界里唯一拥有100%。 言论自由、创作自由与出版自由的国家。声援小组表示，目前这件代志是无新的进展，即摆的人数也和富察的厝内人无关系，因拢无参与。台湾的文化界呼吁中国政府要细腻的处理这个案件，唔通想要抬价架高，伤害两间的文化交流。也希望有愈来愈侪人会当关心这件代志，关心言论自由甲出版的自由。记者柯嘉轩、贾桂林台北采访报道。